表演扯铃难上加难。遇到失误的时候要怎么办？就以笑容带过。今天给他打几分啊？101分。不被环境影响完成演出，值得骄傲。孩子们同时也体会到，平常不必刮风淋雨，有专属的室内练习空间，师长的用心。只有6个班的迷你学校，特地盖了间挑高的扯铃馆，因为2/3的学生都参加扯铃校队，学校重点培植，成绩耀眼。我们现在目前班级也只有6班，而且只有80个学生，我们照样还是名列前茅。从基本功到高难度的动作，没有捷径，练习过程考验心性。有时候被铃打到那个流了血，会觉得很不想练。那怎么说服自己再回来？就想说练到毕业一直练下去就好。而教练更重视要传承的是坚持的信念。所以我的观念上是这样的：任何事情只要肯去花时间，肯去做，有信心就没问题。1个铃就好。哇，很喊腔哦！像这样子要不掉铃，其实真的是有困难度，对不对？对哈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这个在客家庄里只有80个同学的小学校，在全国性的扯铃比赛成绩总是傲视群雄，没有别的诀窍，就是努力、努力再努力。唔喊腔哦，倒车唔给学诺。唔喊腔哦，倒车唔给学诺。